武汉肺炎这支病毒是拍乱真侪人的生活。医护人员上新的调查，有超过70%的家长唔敢带囡仔到室内的游乐场去佚佗，而且唔敢坐公车，嘛唔敢坐捷运。 囡仔来伫做伙耍伫草坡咧走来走去，几个家庭约咧去室外露营。有真个家长安尼做，除了接触大自然，嘛因为疫情唔敢去室内游乐场。虽然讲囡仔真爱室内游乐场，也毋过有70%的家长烦恼讲，这个囡仔佚佗命摕来摕去，会喂来喂去。医护人员最新的调查显示讲，照顾囡仔三大烦恼，像唔敢带囡仔去室内游乐场。 也是一个大众运输工具，麻烦了讲囡仔去读册，也是送托的集体生活，以及防疫物资，像喙炎、酒精、买无看要安怎？有80%家长因为疫情加开袂少钱。放无薪假，这个停工、停班的企业变多了，势必会有更多的劳工，受薪阶级可能会落入所谓的经济弱势的状况，或者掉入贫穷线。所以这个疫情，但我们不确定未来会不会发生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。 医护人员嘛设计囡仔版的画册甲教学手册来加印，希望讲会使减少家长的烦恼，照度带囡仔做伙正确防疫。